减讲几句啊！我灶骹我有煮面啦，啊恁巴肚会枵，啊无我来准备。我袂枵啦。阿母，我嘛袂晓啦。对啦，阿母，啊，阮阿爸怎情形安怎？我拄仔要离开进前，伊有精醒一解啦，啊，毋过也无讲话，就搁继续困啊。啊，医生是讲最好是留到病院继续观察。阿母，发生这款代志，阮阿爸就拜托恁照顾，你有我专心来找囡仔。别了。顺生，陈经理，遮济啦。安怎？你哪找有无？敢若你大海茫尖咧，是要倒找啦？了，你为了这代志安尼走来走去嘛，毋是办法啊！我看找囡仔工课吼，规个到我客人来做啦。你事所案件嘛，需要你去处理。振生，我倒想要甲你讲，你的案件我恐惊无法度甲你食。这要来用的咧，施律师，这个案件目前都要签约啊，卡孙哪外人，对方会安怎想咧？你若是互阮公司失去这笔生意看要安怎赔偿？是啦，平良，我是相信你才委托你呢。虽然讲小伟看见你心情无好，也毋过我希望你甲公司分得清楚啦，莫让我拖一场投资案，就变做互踢球的对象。就是讲的，做律师上重要就是信用，你一定要跟我去签约，啊若无，你就要负这赔偿。好啦，无我甲你来去啦。好，安尼咱进来去，我做一个文件要你看。好，阿母，庆兰，无我甲陈经理来，囡仔代志我才拜托俊生啦。你放心啦，我实在是个新闻记者，我会不断看这个消息。俊生，甲拜托你。进来去。庆兰，无人我出来找看卖啦。我先带你来找里长，因为人民较快，应该真紧就有消息啦。俊生啊，万事再拜托。你莫安尼讲啦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你即嘛，无我庆兰来。阿母，我出来。施律师，文件拢伫遮，你看卖咧。这内底哦，有王党甲马党的土地所有权证，啊，甲5000万的支票佮保证金，拢总交互你。施律师，这个合约哦，对王党甲马党来讲哦，拢足重要的。你若办无成哦，对伊来讲是一个打击哦，而且哦，嘛会互两个投资者损失几啊亿哦。对啦，物件已经交互你啊。这三条哦，你先签署一下。唉，看你精神遮尔歹哦，你嘛小振作一下，啊无恐惊会误事哦。陈经理，你嘛知影我即摆心情是安怎？我都想无咧，即摆这是什么社会？谁人要偷抱人的囡仔？这个人是咧想啥呀？哎呦，啊，咱若毋是偷抱囡仔的人啊，你哪知因心内咧想啥咧？你免烦恼啊啦，无的确有一天哦，恁的后生突然间出现伫你家的门口啊，对无？你太有可能。拍谁？去死！这人哪咧冲冲蹦蹦哈？是的。徐律师，我去化妆室一下吼。请问这有一个大经理。你好，你是罗党的是？是。啊，嘉琪。大经理咧。伊伫化妆室啦，小等就出来。请问你是？我自我介绍者，我姓施啦，叫施明良。施律师哦，你真有名呢。那安尼表示吼，王党因吼真重视这件代志啊。罗党诶，你若即摆才来，阮等你足久的呢。歹势。徐律师，你即摆甲文件摕出来，罗党来看卖咧，通好签约啊。哦。是安怎？文件毋着紧摕出来啊？都无去啊？你嘛咧爱讲笑哈？我拄则才互你啦，哪有可能无去咧？一定是拄则迄个人啦。小等一下，你代志无讲清楚，即马就要走，我是要来向两位董事长交代哈。田经理，一定是拄则迄个人甲我弄着时阵，甲我调包去啦。我看是你家己调包，
你趁我离开的时阵哦，甲皮箱换掉。你这种手法咯，我靠太多啊啦！即马物件无去哦，你爱负责任。我会负责任。对，签掉伫我的手头，即马物件放去啊！我无找你讨，是要找谁讨哈？好，徐律师，客户免签啊，闹开闹达啊。睇你看，即马要安怎啦？我看无先来报案。当然嘛要报案啦，是你家己无细意，甲物件放去的。徐律师，我看这桩代志哦，你家去甲两位当事长解释。嘿，我会甲伊解释。丽丽，办理安怎？振兴，你讲要带我去找囡仔，哪会带我到遮来？找囡仔本来就爱死过去找啊。对啦，庆兰，自从明龙做律师了后，伊从来冇败诉，伊得势的人一定有我真济。你是讲明良的是真济人，所以有人挑过去甲囡仔抱走，这敢有可能？那会无可能啦。是讲，这是我咧怀疑尔。不管安怎，我爱你知影。不管你受到什么威胁甲打击，我拢会支持你。多谢你的关心，你陪我出来找囡仔，我已经真感谢。我看我还是转来去。稍等下啊，庆兰，有一句话我希望你会当了解。虽然你叫明良，嘛已经生小话啊，也不过我伫我路甲你放我袂记的。你莫我白讲啊！庆兰，你敢知影谁人到即摆我一直拢无爱娶？因为我伫咧等你。最先，莫搁再讲啊！你明明知影我已经结婚啊！虽然你结婚啊，但是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啊！我到即摆还阁想袂，谁人你会选择明良？原来你带我来这，就是要甲我讲这个话。你根本就唔是要带我去找小伟对无？无喏，我真是要带你来。好啊，你莫搁再讲啊！哎，庆兰，你听我讲啦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你跟我再听你莫讲啊！你甲我放开！你甲我放开啊！明明，你哪会来这？安怎？恁会用来，我袂用来去。也是我来了唔对时阵。你是咧讲啥？你谁来啊你？谁来啊你？我徐明良辛辛苦苦建立来名声甲一切，就因为安尼来毁掉心。你还要创啥？你拄则对我讲的话，你敢知影对我的伤害有偌大？可是讲若是以前，我绝对袂原谅你。啊，不过，今日咱的囡仔拍无去，我知影你的心情无好，这我会当体谅。明亮，你甲我讲，你是毋是拄到什么不如意的代志？你甲问这要创啥？我问你，你拄则甲俊生安尼 QQ 来两个字创啥？我承认俊生，有对我讲一寡无应该讲的话，啊，不过我并无插伊啊。安怎？你是怀疑我甲俊生有啥物暧昧是无？明了，你是一个律师，为什么连这种代志你又拢分袂清楚呢？我当初我会嫁予你，是因为我非常了解你。你个性刁滴，你的心情好歹，我一看就拢知影。你甲我讲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，好无？我的代志，我家己处理。我拜托你，你即摆莫再这烦我，无你出去，你出去啦！无爱，你无爱甲我讲，我绝对袂离开。庆兰，我拜托你，我求你好无？拜托，你即摆出去啦！明了，你即摆哪会变甲这么无讲道理嘞？喂，哦，地经理，歹势，真失礼。我知影我一时的疏忽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会赶紧哦，尽量想办法赶紧把文件摕倒转来啦。什么？伊即摆要甲我见面咯？
好，我即摆随过吼，我即摆随过。等者，明良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咱是翁仔某，有什么代志应该互相参详啊！你紧甲我讲好无？庆安，我的代志我家己处理，吼。你即摆赶紧出来，你甲找囡仔就好啦，好无？拜托你啦。我不爱走啦！庆安，你别走，我走，安尼好无？明良。 向南飞，敢的温暖。烟花如此啊，风雨中的花蕊。你到底是咧变啥梦啊？这样重要宽庄，你竟然互明良甲放弃？哎，这敢毋是你所期待的？明良这件代志办甲突切哦，法律界哦真紧就穿透透啊，无人敢搁哦委托伊办代志啊。 即马无人会想讲伊是胖去，一定会当作伊是甲你暗靠。也毋过宽庄放弃你，也当报医是搁申请啊，机票嘛当支付。这是因，你要得到的是果啊，对无？你的目的，敢毋是要互迄个明良事业失败，名声歹了了咧？虽然是安尼啦，也毋过庆兰到即马嘛是共款搁对我。哎哟，免着急啦，这才是头一步尔，我还阁有第二步。我毋管你有几步啦，只要你紧互我将庆兰得到手，看你有啥物条件，我拢答应。这是你讲的哦，你唔通反悔哦。我先来走，啊若无这出戏都播袂落去啊。安尼哦，好好好，我处理吼。我再见。丽丽啊，你是变啥物梦啊？我想拢无咧，到底是哪能发生这种代志啊？咱计划中也无做出头啊。哎哟，迄是代志，你毋是顶打去啊？搁再讲哦，也无影响你的计划啊。你会当重新申请宽庄，啊，甲迄施律师换掉，咱嘛会当照常哦，请劳动出来签约啊。丽丽，这敢你故意安排的哟？哎哟，我是安排啥啦？这对我有啥物好处性？搁再讲哦，迄物件放去是律师，也毋是我的毋对啊。而且哦，我有伊的签条，你会当叫伊赔偿损失。安尼，你毋是搁加趁一条咧，对无？入来。施律师，你来哦，好谢啦坐啦。多谢。大经理，王董事长，发生这种代志，我实在足歹势。也毋过恁放心啦，这个代志我已经甲警察报备过啊。只要王董事长，你甲准生会当重新申请遐文件，同款会使甲罗董事长继续签约。谢律师，我以后毋要甲讲代志，你甲丽丽吼斗阵对我来，到时咱再详细来讲。小姐，慢慢咧，你先囥来，你先囥来。啊，你一刷嘛。好啦好啦，我讲代志者。王董事长，我感觉哦，这个所在无适合讲代志，啊，无咱回来公司好无？讲代志紧什么所在啦？啊，无啉酒讲代志哪有气氛？来啦，啉酒来，啉酒来，来。安尼讲的啦。来啦，我陪啉啦，来啦，恁一刷，恁一刷。哎，啊，是啦，哦，那唔敢当进去。小姐。你等下，等下，你莫安尼啦吼。王董事长，我是讲哦，这件代志我甲你解说一下啦。迄天代志发生的时阵，地经理嘛有在场啊，伊哦会当替我做证，我无亲切的意图啦。这我也是会当理解啦。也毋过，明良，你嘛知影，你有签字就有责任吗？我也是当卖计较，也毋过别人是毋是有这种度量哦，我都唔知啦。王董事长，你放心啦，俊生甲我是上好的同学，我会当甲解说啦。就准讲伊会当谅解。也毋过，你嘛害我失去一个趁大钱的机会啊！明良，我看你也赔偿我。赔偿？安尼就好啦。50万哦，500万，5000万，照规矩5%就好。王董事长，我真正无迄个能力啦。其实哦，我嘛是要参详啦。我会当互你免赔1.5年，只要你替我做5年的电工律师。电工律师？是啊。
我想你做迄个大，真正需要一个真好的律师来替我办代志。我看你会当考虑看啊？来啦，啉酒来，啉酒来。有啦，啉酒来，啉酒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来啦，欢喜啦，加啉一撮嘛。免。继续啦，拜拜啦。袂歹袂歹，小姐小姐。这是我的第二部机啊，美娘甲酒女的相片。若是去互穷人看到，会发生什么后果，你应该知影。安尼你的第三部机一定是互我得到穷人咯。哎呦，一步一步来嘛，你是唔通哦，有穷人就将我放袂记哦。你要知影，穷人是你的点心，我就是你的正饭。这是我的办公室，出去入的人遐尼济，若叫人看到传出去，我是要安怎做人？好啊，你若叫人看到，你兜的锁匙一支给我，我毋是要去找你。哼，代志已经到这种地步啊，我警告你，你若是要将我放杀了，已经袂好，嘛无这么简单。丽丽，你咧找啥物件？无啊，我无咧找啥。哦，我知啦，你咧找恁老爸写给我的借条，对唔对？你嘛是真戆，这个重要物件，我哪有可能放伫遮啦？你拄则是去倒位哈？你倒位敢同你报告先？丽丽，我昨暗吼看到一出好戏，我才怀疑讲吼，咱签约乃会中途出差错，原来真是你的变鬼变怪。你即摆是咧讲啥？我听无。我说这个局就是要当马俊生的，你竟然这换来西换我，甲伊假戏真做，反倒倒来要对付我。哎呦，王董诶，啊你有财有势，迄个马俊生只不过是一个菜鸟啊，哪会当甲你比咧，对无？搁再讲哦，合约若是签成，互马俊生中计，我就当将阮阿爸的财产哦，甲所有权状摕倒转来啊。我若是照你讲的安尼做，我毋着手甲你后骹咧，对无？你若真是有这种想法吼，我就真欢喜啊。也毋过，你摕相片马俊生这件代志，你也好好甲解释。我哪有咧？你毋免搁再辩解，当场我把这个叫落在你边上吧，解释啊！王天信，这是我的代志，毋免你干涉。我是毋知影什么原因你要害施明良啊，也毋过我有这个意思，甲伊逼到走投无路啊。丽丽啊，假使讲我若将真相甲施明良讲，你这出戏要哪搬落去哈？你是想要安怎？丽丽，人是互相的，我互你一斤，你嘛要还我10两对。你莫动脚动手好无？丽丽，你是巧巧人啦，明良这代志，你要踢我的喙，敢免有淡薄仔代价啊？